自后2026年3月初8，每日圣眼宫读经，光彩的工作过后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约翰福音第6章第19到2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。这代志了后，耶稣过去加利利湖，就是提比利亚湖的迄边岸。有一大群人缀伊去，因为因有看到耶稣医好病人的神迹。耶稣爬上山，甲伊的门徒伫遐坐。迄时，犹太人的盘过节得要到，耶稣举头看到一大群人，一直往伊遐得来，就甲腓力讲：“咱要去倒位买食物，通互这人食？”伊讲安尼是咧试验腓力，其实伊家己已经知得要做的代志。腓力应讲：“用200个银仔去买饼，嘛无够互逐个人食一屑仔。”另外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小弟安德烈，甲耶稣讲：“遮有一个囡仔，伊有5个大麦饼甲2尾鱼，毋过人遮尔多，干焦食的哪有够？”耶稣讲：“恁叫众人坐落去。”迄个所在草真多，众人就坐落去，干焦查甫人就5000。然后耶稣摕遐个饼，感谢了后，分互坐伫遐的人，鱼嘛安尼分，出在因食。因食饱了后，耶稣甲伊的门徒讲：“将食剩的碎屑仔捡起来，毋通拍算。”因就将迄5个饼的屑仔，就是大家食剩的捡起来，拢总满12篮。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讲：“这个真正是要来这世间迄位先知。”耶稣知影众人得要强迫伊做王，就家己一个搁退去山里。黄昏的时，伊的门徒落去湖边，上船要过湖去迦百农。迄时天已经暗。耶稣还未到因遐，忽然因为透大风，湖起大涌，门徒过船大约过5-6公里的时，看到耶稣伫湖的顶面在行，惊我滚船，因就起惊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是我，免惊。”门徒就欢喜，接伊上船，船连伊到因要去的所在。光彩的工作过后，约翰福音第6章第19到21节，耶稣用5块饼、2尾鱼，饲饱5000人，和行伫水面的神迹。这是大多数基督徒真熟悉的故事。5块饼、2尾鱼神迹，搁较是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，可见伊的重要性。那安尼，主耶稣行神迹以后，人的反应是安怎？主耶稣本身的回应阁是安怎？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透过文字详细搁完整记录这个神迹事件，值得咱省思。第19到15节记载，接近半过节的时，有一群人因为伫加利利湖边看见耶稣行的神迹，就跟缀伊。耶稣看见这群人，亲像一位有权柄的主人，问腓力：“咱要去倒位买食物，通互这人食？”约翰特别注记，伊讲安尼是伫试验腓力，其实伊家己已经知得要做的代志。腓力
老师回答讲，就算是开200个银仔，200个银仔约略是当当时工人做200日的工资，用这去买饼也无够每一个人食一块仔。后来，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，甲一个囡仔带的5块饼2尾鱼，互耶稣，耶稣就用这行神迹。最后，经文记录众人的反应，甲前一章讲到的宗教领袖无共，众人拢戇领耶稣的能力讲，这个真正是要来这世间去为先知。耶稣却避开因，家己一个人去山顶，因为伊知影群众的意图。19到21节记载，门徒要暗仔到湖边坐船要去迦百农，伫暗暝中忽然起风涌，门徒努力过船，想要甲船过好载，雄雄因看到一个人伫水面往船行过来，拢真惊吓。行踮水面的耶稣对门徒讲：“是我，免惊。”约翰描述门徒接耶稣上船，船连伊就到目的地。对经文通知，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甲权柄，就算群众因为神迹食饱，认出耶稣是迄要来世间的先知，伊却闪开因。耶稣知影因的意图，但是迄并毋是上帝找伊来世间的目的，伊毋是要来做王。耶稣行伫水面，互门徒知影伊是大自然的主宰。约翰一直提醒读者，耶稣就算有能力甲权柄，伊也是遵行上帝的旨意。参与教会服侍，也是推动事工，总有成功光彩的时刻。但是当一切成就之后，咱究竟是烦恼庆功，夸耀家己的能力，还是对上帝感恩？搁思索接落来，伊要安怎带领咱呢？因为搁较光彩的服侍，也甲上帝创造的完美袂比平直；搁较大的神迹，也甲主耶稣搁活的奇妙袂比直；搁较互人感动的代志，也甲上帝借着耶稣拯救咱的恩典袂比直。当咱完成服侍了后，也着学习独自安静伫上帝的面前，感谢上帝带领，搁思索伊的旨意。默想会当完成逐项事工，是因为上帝赏赐咱智慧甲能力。当我完成一项美好的服侍了后，是毋是会来到上帝面前感恩，搁安静找求伊接落来的带领呢？会当完成逐项事工，是因为上帝赏赐咱智慧甲能力。当我完成一项美好的服侍了后，是毋是会来到上帝面前感恩，搁安静找求伊接落来的带领呢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你伫服侍了后，选择安静到上帝面前，毋是享受众人的欢呼。求你帮助我学习你的模样，继续活踮上帝旨意中，为上帝活，为上帝做工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